嫁予骨力翁，共生地府3、5冬。娶着很为某，较好生的天公祖。嫁予善车翁，李翁定定拢空空。娶着有钱某，对着事业是有帮助啦。嫁予，哎呦嫁予老婆翁，心中像你爆米花，啪啪啪。我著娶着变大某，食饱佚佗是嫌辛苦。嫁予跋筊翁，勤勤俭俭无彩工啊，行飞去先收起来。好，我著娶着赤查某，好亲像一粒杏，可了好，紧来选哦。无喏，人我是种温柔的，哪是啥物赤查某，爱拢无人爱啦。明日我紧甲玉姐会使去啊，紧来找我去，来啊，我来咯，兄哥，闭嘴！哇！你莫走啦！恐怖，真恐怖！有味咧，哦，对啊，腰味，有味路，有腰啊，有味路，腰味，上无好加在，上无更是味路。兄哥介意你这款的哦。啊，侬一只牛你食？哎呀，有影只有呢。为着要大家了解吼，叫恁一股只新车安怎，所以要邀请恁来坐牛车，直接去你哦。会使啊，直接对，去你哦。大姐，来对，好，男走女右嘛哈，来，大姐，啊，咱会当出发啦无？对，会使行，好啊，赞，来。头一遍，头一回坐真正的牛车，有影有够实在的啦。对，趣味。甲你麻烦安尼哦。咱农村社会，大家其实嘛是足可能艰苦过日啦吼，啊辛苦啦吼，啊太说嫁妆传到这车呀，一台车呢？为什么咱来嫁妆一股车叫做台南嫁妆一股车？伊为着租囝嫁过，唔好去用嫌，去用苦毒，去用看袂起，所以尽量甲嫁妆传落桥，互伊嫁过去用小命，做少奶奶，做夫人啦。所以人讲你要娶新妇，就要娶台南的租囝，因为台南的租囝有教啥？嫁嫁妆一股车，就是安尼来。哦，所以讲爱去甲人娶啦。对，嫁妆内底爱送啥呢嘛？上下。一定爱送着尿桶、洗桶、洗身躯桶、洗面桶、洗脚床的叫做药桶，搁送化妆台、镜台，搁送面罩杯、枕头，三度拢爱送。送遮济哦，搁送脚踏车，像咱嫁妆这是101年的脚踏车店，像阮阿公以早开的上老的脚踏车店，搁来老布店来遮买布互新娘嫁过做休闲的衫裤，来遮买布。好贵啊！有影是龟套呢，真正是龟套的。你嫁妆一条街啦。所以来遮吼，你坐一抓，就当全部全部甲款落，对。哎呀哥，安尼体验一抓这牛车一抓，遮讲有搁啥物会当互阮体验去佚佗看卖啊？咱等下吼，这个附近有一个少年家啊，咧经营的淑女村啊。咱以前有一个叫做淑女养生记的这个电视，把阮遮拍好作响的，所以游客哦，哇，这做旺2、3年啊。好啦，啊毋过阿兄，这下天气这尔热，人嘛头一回坐牛车，咱搁踅一个，好无？好，啊，咱继续过来爽美提一个。爽袂体哦。对咧。计带好耍，哦，真头一遍坐着牛车，阮庄脚囡仔虽然讲有看过牛，不过我嘛是总是无叫牛载过安尼，嘿，搁加两个咧，算是回归阮的本业来扮演这个新郎甲新娘啦。两个不愧是两个啊，这新娘是打扮甲真妖美丽啦，美丽啦。您好，你好，啊，你呢？做啥物？做米台北，米台北。哦，恁是嘛是来遮佚佗咧做米台北的哟？原来这阮朋友啦。阮两个来这蹭饭的。哦，来去食饭的哦。好。
哦，所以讲即摆咧做这个米苔肉，对，啊，阮敢会当嘛来？试看卖。会当啊，会当啊，会使啊？会当，你敢要拖看麦？来，我试看看卖。麦。我嘛是头一摆看到人咧做米苔肉啦，诶，较早拢跟他食过米苔肉，吼，唔知影安怎做安尼。伊安尼路过迄下骹迄米苔肉就落下安尼。对啊，就变一条一条。一条哦。较慢的，嘿，对。较慢呢。哦，对。等下换恁两个录哦。好。足趣味的呢。恁敢拢在地人？对啊。我在地人。我在地人。哦，所以讲你是这。我是松鹿村的村长。哦，你村长哦。哦，村长你好，小鹿村啊，小鹿村。小鹿村，小鹿村无代志，无代志，无代志。我爽啊，嘿，阮台南人就是爱食这味的啦。哟。用这，豆豆安尼，10月。安尼敢有成？敢有6个月？有。哦，有哦。赞哦。哎呦，安尼我以后会当来做这个米苔肉啊哦。会当。这酷势安尼会使吼。拜托加讲的，对无？啊，等下咱就用这来做甜汤来食，好不好？好啊。有够热啊！真正这样哦，有影食一冰呢，安尼好。听到甜汤，我目睭拢闭紧起。嘿啊，啊你紧拖拖的，小弟哦，咱就会当来食冰啊。是，赞哦，有专业。对。安尼个会使啊？好，安尼我甲伊勾起来。好，勾起来。我来勾起来。哦，这都是冰冰的米苔肉，炎热的天气，食这哦介爽快。哦，必要的。哦，有影啊，我先食一个。好心凉。食着阮的米的香味。阮后壁米真正是赞。然后附近有这乌山头水库嘛，啊嘛有这个古港淡薄，还有十分水库吼。啊，咱对这咱在地，比如讲对米来讲的影响，你敢有一寡什么款的印象安尼？阮遐就是食嘉南大圳嘛，吼，伊是来为乌山头水库来的水，啊，这个嘉南大圳会使，互阮种2开的切啊，啊，阮的米除了较早无大圳的时阵吼，较早就有一寡边仔湖，啊有嘉南大圳了较好多布切啊，啊所以布切啊，这个嘉南大圳对阮来讲是一个都有贡献贡献的所在，最重要的。有影。啊，阮恁遮也去迄个边了湖了嘛，会使去青埔边啊。那个，你讲。对，遐个有落雨松。我讲，你现在是想要看迄咱做传统的迄边啊？你等下当去啊？我那个对位。叫什么？青埔边。对。你也要去分多金。对，你哪讲？你哪不知？迄边都浪漫嘞，佮会当手牵手去吸收什么分多精。哦，叫 romantic。哦。迄当时听到的时阵，就感觉讲，这有影是嘉南大圳对大家影响。你甲看进前课题食饭，啊，毋过嘛，因为安尼，咱嘛会当知影讲嘉南大圳，啊，个下大优的一上，伊起这个大圳了后，有影是好的，有影是对的。这口味啊，哦，足侪树啊呢，不哩啊水呢，而且凉凉啊，所以讲这就是拄则讲的迄个青埔边哦。你讲叫鼻水啊？勇哥。啊，来，看起咱是来对所在哦。应该是，对啊，大这就代表一定对的嘛。唔知这边搁要创啥货？好，来。小板。来啊！青埔边南营水圳志记载，青埔边啊，伫1789年起造，1916年列做公共圳边。嘉南大圳启用了后，青埔边转做灌溉用的边啊。近到种规片的落雨山，会当调节气候，嘛带动文化观光。咱来内底看卖。好，行。啊，你表情那怪怪，食拍巴肚。勇哥。啊。我有一件代志吼，要甲你坦白。你甲我坦白？小弟，是这种 romantic， 我做一下准备啊。好，来，你讲。莫想车。我只是要甲你讲，其实遮，我有来过呢。我就是讲你要害我歹势者。你遮有来过啊？你不是讲你毋捌来？我唔知是伫遮啊！我甲你讲啊，遮阮大家有啊。我过年回来的时阵，我拢会来遮翕相。即马这个时阵，毋是上 romantic 的时阵。过年迄时阵，遮的叶啊，拢会变做迄金黄的迄个叶啊色，迄时阵是上水的时阵。哦，真正。不过吼，我来遮一遍吼，拢唔知影遮有一个边仔咧。小弟，
遐有一个人伫水内底，什么应该是这敢是咧查案啊？哈？查什么案？无你若新闻电视啊。无，他那可能也不警察，咱也不看到。我真我想讲人。问者。大哥。你好。啊，你是咧查案哟？哦，无啦，我即摆做吼生态的调查啦。生态调查。啊，到时候甲你斗骹手，你是咧找物件？好啊，恁若有时间，恁会当帮我来。即摆我遮有一个调查的网啊，你遮头前遐有一条蛇啊，你帮我揪一下好无？揪一下啊。嘿，啊，咱看即摆就是讲内底网啊，咱即摆做调查者，看有啥物物件。啊，等下甲麻烦你会当帮我摕去顶面，啊，咱甲摕开看一下。这有鱼啊呢？遮拄啊，咱的宝贝拄啊，这粒是翘起的，麻烦你帮我接一下。哦，这翘起的，所以内底就无啊。这敢是卖的哦。所以大哥，你逐工拢伫遮遐？有时阵来遮。我算社区吼，啊，即马青埔里长啦，啊，即马。哦，你里长啊？即马来做，因为阮以早就开始调查102年的迄阵，我就在做调查。哦，对，好，多谢啊。好，没啦。来，啊，这我摕过来。我惊你身躯重去。哦，没啦，好，多谢啦。来，咱麻烦恁吼，咱宝贝先来放落水内底。放水内底。啊，无伊惊伊等下会翘起。好。啊，来，咱即马来看，咱诶内底，咱今仔日吼调查诶。项目吼有啥物物件？吼，咱遮正看到啊吼，有蓝苗啊，啊，咱等下改麻烦你帮我写记录一下。这本吼。吼，嘿，对。我来。啊，你等下帮我记数量。好。因为迄有项目吼，啊，你帮我记数量一下，好无？吼，咱正看蓝苗啊，看伊偌大尾，咱这就是讲，因为伊若超过迄个分量吼，咱这就是讲。伊上大，咱小可比一下。好。比如讲，伊遮咱即马就是讲，伊大概有15公分，伊上遮到20公分。所以咱正安尼看的话，大概超过20几公分。是。咱写30公分。30公分。哦，一尾啊30公分遐。好。好，啊，咱即马就是蓝苗啊，已经咱。你个条鸟过啊啦，吼！啊，咱即摆来看，都网啊内底都有啥物鱼啊啦，吼！正看到一尾，哦，一尾迄个咱讲的，迄个生态杀手吼，粪扫鱼。粪扫鱼啊！生态杀手。啊，咱即摆来调查这只，大概看偌长，哦，咱即摆，哦，这只边甲多迄只蓝苗啊，多较大只，所以咱即摆就是大概30公分，这大概40公分。40公分。这只是粪扫鱼。好。一尾。啊，咱这即马就是讲，咱调查完，咱这吼，咱都咱来回归咱的青埔比内底，互伊都继续生活落，希望讲伊会当生活愈来愈好啦。啊，莫要像这粪扫鱼破坏吼，阮会掠来做互人调查，调查讲看伊有啥物运用。我嘛透过这边的机会，才发觉讲吼，原来迄个鱼啊。较早伫咧这嘉南大圳，还未起好进前，就是用阮遐个鱼仔咧维持阮迄边的灌溉啊，还是讲种这农产品的运作，拢是用遐个鱼仔咧做的。你长为着环境，伊来检查这水质，来检查这个，比如讲这粪扫鱼的问题，保护自然生态的部分，这我认为嘛是种人甲自然之间共存共生的一种手法。哎呀，我只会当讲默默佩服。咱遮吼，咱讲的老百姓以早拢是做稻啊，迄个靠生活需要水。遮因为你若有鱼啊，以早就是讲。咱无通好欠水，有遮拢依赖讲鱼啊，遮的水来欠开，欠开慢慢去用，所以因遮的农作物会拢较好。有你有水的所在，就是咱的农作物会较好。是啊。大哥，恁平常时嘛拢会带？你出来，信起来。看来啊，就到买地嗰度晒，请前往这位比嘉南大圳搁较早，台南头一座含水有关系古迹博物馆。这相片，这个所在我知影，是三上遐，遐吼足水的，伊也是自来水的博物馆。伊遮吼其实交咱遮的
鼻仔的水有关系。哦，有关系因为伊最主要是嘛是爱储咱的鼻仔的水去做自来水，互咱民生来用。好啊，安尼咱就来遐看卖啊。三兄，好，好，李长，多谢啦。好，别，有闲再来坐。好，无问题。